YouTube 會 start 了。OK， 錄音。Vicky 話會食到人先。哎呀，歡迎各位即用佢一查，即係會用佢即食。歡迎大家到底嚟我邊咧學見，我到底嚟邊咧學見節目。即係禮拜咧，我人阿妹即係話題，我實在才講你會出去傾着神經啊數。So 即係禮拜你講半段話題咧，我會聽到我嚟特別先，我冇必該本先嘅。到底club Google Meet 攞嚟聽到我嚇。Hello testing 1 2 ha okay Google Meet 會嚇會是有什麼啥歡迎 Hi 歡迎我不要講歡迎大家好嘅大家好嚇大家好แล้วก็阿龍冇啲唔知可能先起啊，唔知去Bangkok做工起啊，頂個白青歡迎白青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Jagong歡迎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Clubhouse 入邊嘅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狀啊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南西啦，唔知困唔困？我講 hello， 我就去困啦。伊是算做好誒，聽個後尾就 topic 嗰知唔知？嚇，平時是早早困嘅，故意 topic 故意講了就是困嘅。OK，南西แล้วก็茶米粉，唔知個地到底什麼地？在困嘅位，半減啲。大家好。個細漢嘅，細漢嘅唔知困嘅位。I think 困嘅位咧細漢嘅，แล้วก็媽媽姑冇人困嘅啦。冇聲特別，微微娃娃個地哦，有娃娃冇地，我有地，嚇，แล้วก็別使講，大家好，我唔是笨蛋嘅。แล้วก็กะหรี่唔是莫鬼腸，差唔多時候就呢個哩莫鬼腸 Hello 莫鬼腸，即係你話我講笨蛋，我是感覺到啦。我唔知安怎啦，是個隨做笨蛋人。我有當時感覺到我有當時是笨蛋人，有當時個唔是笨蛋人喎。我淡薄，佢老師是咁講啊，我淡薄笨蛋會錄音，這個你嘅規矩。了對來了啦，阿龍對來了，伊唔知去得落喎，阿龍都去得落。伊無聽到咱聲，因為無開 speaker。咱特別問看伊頭媽去做啥物？阿龍，伊無聽到啦，當然冇人聽到。阿龍啊，你到底得落？你頭媽走去得落？你走去外口呀？伊走去做鬼。你做鬼都無相方位，互相所在啊！你做鬼是到底另外一邊嘛？特別你自己另外一邊出來喎。會做鬼。頭媽，你無地，我人唔知你走去倒落。外口有這種包過你嘅。哦，我去搬物件。哦 ，Hello。我人想講你去做鬼。我做鬼是這邊做鬼。有時啊，我知到一邊嘅做鬼邊。特別我俾梅人 ，sorry 我去食物件，等我食一隻等陣我包食。都好食喂，姐。哦，食平。喂，平。OK， 我俾梅人。是唔是大人不有笨蛋嘅一時？啊是笨蛋人成性較笨蛋。我那時候我只笨蛋本咯，特別我愛做嘅物件，我個骨力做喎。我垃圾笨蛋有陣時看你笨蛋係咪啦 double standard 嘅啦，有人哦。你愛做物件都做下。你愛做嘅下，你嚟硬死對，你咪做嗬，你就這時間本是治療邊個就是買天叮當。係咯。我垃圾是 double standard 啦。大人不有笨蛋意思咯，有啲物件你是買做是笨蛋。對啦。要看你笨蛋啲係咪咯，有人是
伊笨蛋加了唔惊喎，伊是甲厝关系伊就笨蛋了，伊又咪做。伊敢若对伊的身躯水水就不要紧，伊食骨力去装，伊食骨力去买，伊的头毛着啊水，虾米甲咱食骨力的，伊去厝就是。了有的人是身躯甲咱无咪关的，伊敢若骨力厝的物件。是咯，哈，有食我清茶水我第一水，步頭毛骨力就水水入是厝的邊物件。我第骨力是厝的物件。想我們想，我直接講，我直接正幫後幫嘅，啲厝裏邊。sorry，我第一笨蛋就是做出來嘅物件。我就是講做出來物件，我正幫後幫嘅。我本是做出来。我笨蛋做出來嘅物件。我笨蛋做，但係我愛笨蛋做，但係我本未看未開，其實，所以我哋阿妹本是條做嘅。就真係你笨蛋做，你咪俾佢請人嚟甲你做咯。請人甲你做就我ចាំ板事，我兼攝，唔知你教我死嘅咯。愛請人去甲你寫㗎，你愛隨手你先咪講，你敢若做亂了，你無愛做，了你身邊人就做甲杜爛咯，因為你就咪做了，特別你家己佫真夠高，你家己嘅術家物件，了別行嘅甲了你唔咪做，你袂使本嘅嘛，你特別 balance 嘛，嘛哪會使講即個物件，我做亂事我無關了。是咯，咪肉咧就別使生。嚇，你袂使生，袂使做亂了。男細路講咗對啦，係你是 logic，特別笨蛋嘅人啊，就是笨蛋啊，就咪做啦。對，冇邏輯嘅。我咧是愛做笨蛋，特別我們。即係是攞嚟邏輯了嘛？即是我邏輯是冇邏輯嘅嘛？邏電，我嚟半邏電係咪？我邏輯做嘅咩做做工？誒，安怎 ？OK， 人按怎講 classically traditionally 按怎講人是笨蛋呢？愛食咪做，愛食咪做。對。愛食咪洗盤，係你咪洗盤就是笨蛋。我洗了我來盤雞水淡淡嘅了，咪切咧。咪洗盤，我食了我係。嗰啲是諗亂，唔係笨蛋。拉上來嗰隻笨蛋。洗了盤冇洗嗰時，大可能嘅洗㗎。唔係都會一個清氣啊，是笨蛋咯。人講垃圾人較就是笨蛋，是笨蛋人較就是垃圾，還是垃圾人較就是笨蛋？人較就是垃圾咩？唔是垃圾人較就是笨蛋啊！對，無笨蛋垃圾人笨蛋人較垃圾。無相，完全無相。伊身軀都無垃圾，伊白會垃圾樣啊！啲真啊，我一個笨蛋嗬，攏會。莫個講了包劍啲講。OK，我一個笨蛋啦，特別都講唔使笑嘅嚇，成講成日咪笑啊。笨蛋崩西喎。喂，點？反正我過你買潮嘅，西，安怎係笨蛋咧 ？Because 我大擺被 complete 嘅喎，我大擺行3刀是2刀嘅咯，所以我杜爛嘅喎。這唔是笨蛋本啊，這是我冇佢哋耐心治療呢邊慢慢去療嘅喎。笨蛋崩西，笨蛋崩照嘅。笨蛋長翼，笨蛋長翼冇。我有當時嚇，我有當時笨蛋長翼嘅話，笨蛋係咩事話再講？你平領嘛？你領，係啦。有往時 feel 到垃圾頭毛冇咩油啊，反正嚇，有冇？哎呀，俾佢就係經常笨蛋長嘅。如果說在我長翼只字不等嘅嘛，所以只字就俾你起角角做緊啦，我想到我就女啊買做咯，一咁啊買長。有啦，馬來西亞人若是落雨天嘛，笨蛋長翼個。是啊，笨蛋車，笨蛋長翼。落雨時是最好困嘅。我第一笨蛋係什麼啊 ？exercise。啊，是我們講。啊，我本想。exercise 一個條換沙頭沙長翼嗰條，哎呀，真係真坑虧啊 exercise。第一線都先。我是。我唔識 exercise 我只笨蛋，我只 start 就 OK 啊。是咯。這笨蛋我是應該未笨蛋食啦嚇 ，OK。誒有本 actually lunch time 嘅時點講 ？lunch time 嘅時我笨蛋食 lunch 就。有我一個朋友先呢。
伊本大只，所以我變做冇食冷啫咯，當然。不，你本大隻 lunch 你嗬，是因為 maybe 是無方便個，你愛行去遠較遠嘅位買啊，是落canteen啊，是咪安尼款啩？咁我講話嚇，我本大，讀冊，我本大只做係功課。我本大只係因為這工咯，我係工你做掉啊嗬，我覺得 OK，起個來。食佢不食嗰度叫死不覺得到底咧做下聊點聲，所以我一頭冇就硬係做過去，一份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曉。誒講起啊，嗬，本大做 homework 啊，我老師唔使借照嘅，你知喎。安怎講嚇？半大做 homework 啊！我同你講，我真係半大做 homework。你咪就了解你學生嘅心情咯。我就了解嘅，所以無人會騙過我嘅。我有當時啊，有 student 啊，伊講伊理由啊是啊，我同伊講吼，你以為我小的時候沒有這樣子做過咩？我講啊，好多人啊，還沒走啊，嚇我本 test 過啊，你咪騙我啊！無，我同你講吼，我細漢嘅時應該是半大㗎吼，แล้ว我是 class monitor 嚟嘅錯，我是叫去 office 會做功課嘅。哎呦，你係咩？你冇教功課嚇？係我冇教功課啊！我到厝啊，我真正半大愛做功課。我是看到伊功課呢，我就成 stress out 呢，我就無想愛做了咧，我就放掉，變我無去理伊了誒。然後呢，去到學堂啊時，好就是真濟理由嘅咯。然後有當時未去早起啊，然後無呢，我第有週呢是真好笑嘅，我咁好吼，我寫到佢一面啦，然後迄個破畫啊，伊是有釘，迄個鐵，迄個釘嘅嘛，中位嚇，嚇中嘅位啊，咁好寫到佢一面呀吼，咁我家貼起來就講吼，哦無小心嘛，唔知安怎咧，一面無去掉，安尼款嘅理由會寫出來嘅啫。嚇！我是真正係半大㗎，你看，咧我一頭半大㗎防快去嘅。我防課嗰時我嚇，我防課嗰時我對條其他嘅朋友嘅咧，都係半大啦，唔是可能我是人嚟啦。我人是一年內面啦，嗬，無教過家人，無教過我人嘅迄個破話啊，嗬，一頭是無教一年。你迄個 teacher 喎，嗬，伊講下刷了，你人愛教就教啦，無教就刷啦。你講OK 啦，免，我人無教，一頭教防課，我規個防課是一頭無做功課。我是真正半大做功課，特別我唔敢無做咋。嚇！我是真假嘅，我是真半大出名，真半大咧。咧我會幫頂無去學堂嘅。咧我幫頂無去學堂啊，就是半大去學堂啊。嚇！我就是頭講啊，無 continue 困啊，耍咧我咪去啊，咧就無去哦。咧我 attendance 嗬是。because 我是讀頭一班嘅嘛，特別咧嗬，佢哋頭一班嘅 attendance 啊，第差就是我了。哦。because 我係30幾日無去學堂嘅。哎呦！一年內面嚇，我是真嚴重嘅。你是等下真正教嘅人啊？無，我 result 佢免去喎。無我 result 不唔是真正好嘅，特別呢，我無去學堂啦，特別我是做厝咧，我是。有 study 嘅啦，無所以你是半大去學堂，你唔是講半大讀冊。對，我家己 self study 嘅。哦。แล้ว我買真濟迄個exercise book 啊 workbook 啊，嗬，我直直做嘅咯，直直做。哦，所以你唔是半大讀冊，你是半大去學堂呢。然特別呢，我嘅 result 咧，就是講我無去學堂，我嘅 result 無講差個真正差。表啊、donkey 啊，我 at least 本第差冇一個 B 咯。哦。你做咩事嚇？你做咩事半大去學堂是蝦米事？你半大是學堂無爽，還是樣會驚會考上班啊？啥物？半大去學堂聽teacher講話咪就閒咯。你是 rasa 樣係 base to slow 嚇？Yeah. And it's 頭一項無，你只 feel 無 interesting 嘛？你物件就閒嘛。然後特別我 math 實在是差嘅，真係差嘅一款啊！我是講到 math 係第差嘅咯。
tapi 無 feel 啦，無 feel。แล้ว唔知啊，我 feel 着講去學堂嗬了點聲啦。แล้ว我到厝嗬，我到厝成日講，我讀下晡班嗰時呢，我 form 1 form 2呢，我就是只漸漸幫整呢半了誒。แล้ว就是特別我幫整唔是走出去嘅，我是到厝嘅位呢誒。แล้ว我咪聽 radio 啊，對條 radio，讀我 pad 啊，做我 workbook 啊，安尼款咯。特別安尼我唔是你唔是笨蛋，你是無暑假去學堂，你唔是笨蛋。係咯。係咧 ，after that 啦 ，after that，伊走去學堂做工。對啊。有你笨蛋去加車哦，定當時。變我 stress 時咧，我後尾嘅幾難，後尾嘅一兩年，安尼款我有出現咯，就係講我是無笨蛋，你是無愛去做。佢哋是無暑假，佢哋工了。แล้วแต่所以你ค่ะปุ่นตัวแล้ว咯成日講哎呀會使買去哦安尼款咯安尼款係心情啦安尼款係心情會使買去加車哦一直到講校長我今天可以不要去上課嘛很懶惰今天冇啦佢講哎呀我頭很痛啊我今天不能啊係啦我reason 用講咧我今天頭髮很痛啊我每一年啊時啊，我 resign 以前嘅嗰一年咧，嗬，我 resign 嗰一年啊，我就 absent 咧，我就 absent 咧，太暖啦咯，係我真暖，我冇辦法啫。你成日馬路本時話你講你心情嘛，咪冇面上係波折啊。笑啦，我是真正，我是安尼看咧，我嗬交一個勘站啦，就講我 already try 過佢物件了啦，都冇興趣啊，แล้ว冇興趣那時候我就殺半段咧喎，係啦，家姐老咪先咧，แล้ว我半段會講啊，直頭放棄賣掉嘅，我就 extreme 嘅，我就笑嘅，棒㗎啦係，แล้ว頭殺過先咁嘅。我咪รู้สัตว์ใ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ว咯。ลูกการ80幾年 professionally， I mean 自從你冇加車10年咯。係就落自學生啊。係冇係啦，特別我會明白講你啦，我會明白學生嘅心情啦。當今呢你笨蛋呢嘛笨蛋咯，特別你愛在講蝦米點聲，你應該讀還是你讀就對了，那款。你們趕快教啦，老師也很不想教你們，你知道嗎？你趕快把那個功課交上來，我可以跟你的爸爸媽媽交代。老師也很不想教，那我也很想回家，你知道嗎？對話一談白 honor 所以談白嘅你講，我其實你講笨蛋做功課啊，個老師同你講，我是笨蛋會教我嘅，就冇法度，冇法度。我要談價，我想我緊談累啊。談累一個咧白白資料，看係 handphone。下來就係看戲，家己嘅 iPad 來家己看戲。問教你爸講啊。有當時安尼看呢，有當時student啊，伊人真正笨蛋。我本會明白啦，有當時你成日講，尤其啊中學生啊，吼，伊人是講着愛寫 essay 爾啦，伊人。有當時一人就 stress 嘅，那一人就買咯，買了好，我講 OK， 你們不要嘛，對不對 ？OK 可以，那麼你們要自由活動嗎？可以，但是呢，有當時自由活動15分鐘啊，你看你就知道在等。但是呢，爸爸媽媽問的時候，你不能夠講我給你自由活動的咯，不可以講啊。我你看，可是哈，如果萬一家長知道的話哈，我很慘的哦，這樣。然後student嚟講，我們不會講的，我們不會講的。嗱，你們講啦，我都係知道大聲啊。我哋先生，先生梗係好呀，會自由活動嘅個。actually 有啊，我哋撞對兩時我先生先嚟嘅。我有一隻就都對人先生。一隻就嚟講，我根本你不記得是你嘅。哦，嚇，我當時即招真係慣咯。冇有當時嚇是 because 啊，我同你講，冇有當時
有當時是 because 人會知講成日講 student 啊，伊人放學了啊，伊人就 continue tuition 了，所以伊人真正閒，伊人唔是只閒，伊人真正。你就只大一啊，嚇，迄種嚇，แล้ว人有當時唔免講掠甲安尼。安啦，有當時放鬆淡薄啦，不毋是講話1點鐘半一頭免補習安尼款，不毋是本嘛。特別有當時伊人有影是15分鐘，我人咪寫一個 essay 會使哦，無 next week 甲來寫安尼款，所以 sometimes 會放零淡薄咯，對。我係唔是咯，我有啱讀中隊嘅時候，我覺得我都係做先生啦，我按條條我小時無人俾準時，我係安尼款幾廿年，一年一交往一年嘅，伊就入來。老實講一句啦，伊有影是真正無水嘅啦。OK， 老實講一句啦，都用當今嘅即係實的啊，伊應該是無水嘅。係了，特別伊直接來呢，我特登本叫做 Vivian 嘅，你知道？我特登直接叫做 Vivian 嘅。伊名唔是名 Vivian 嘅，伊名唔是叫 Vivian 嘅，而且係點先往嘅年代是在興 Vivian 炒位嘛，周慧敏、周慧敏。我只係興周慧敏啫嘛，往嘅年代，所以我就叫佢做 Vivian。我講你個上 Vivian 走呢，你就你講所以我哋啲叫做 Vivian 其實，所以一般上線我講嘅物件就，我哋讀是一上線我講嘅物件，所以我講嘅特別浪流嘅啦。我結果後來你生個真啲多，我講啊，一上線了啊，你講我冇你咁樣冇你叫隻sendiri tak，以後我安慰咗。伊學往做佢只成啲嘢，所以伊規個課一直無解嘅咋。我有拄到只拄到安尼先生，我冇到只嘅，我按到條我笑起來我。你是半大間啦，講正係半大。呢是正人先生嚟，特別夾把什麼來嘅？對。半大間，你一個不要緊咯，你中學生嗬，不要緊嘅嘛，你那個自己讀嘅，慢安尼了咯，凊彩咯。咧，伊有影坐條咩？伊無做物件，本來伊啲看條話，咧伊包佢頭毛，做片啊，伊有影正就做些物件個咧，你就。and then 老師講一句，伊無水嘅，特別我叫做 Vivian 咧，伊就真歡喜嘅。即係因為你成日話樣，特地講我有領，特地是唔是有安尼水？特別伊個唔是講嘅人，伊是真識嘅人嘅，伊個人做咩？種係真識嘅人嘅嗰種。特別俗嘛，聽到有人稱讚伊了，哎呀，了個不要緊咯，我免做工哦，咪安尼講咯。是咯。哎呀，喂，家姐真閒呢呀！來，啲先生嚟啦。哎呦，來講。比喻我話講啦，他咪講冇事，你做過 corporate 講，你做過網 marketing 講，他咪講冇事。I mean 講，你家姐成日啲演唱會啊，你看你都知喲。特別家姐，就 actually 就特別 on 呢，成個 performer 呢看呢。你特別 on，你腦裏邊啫嘛，你哋攞出嚟教，我你特別 on，你特別 lead 啊，你特別個 classroom 特別成個 create 個 atmosphere 好像，所以你 energy 就幫只借，我話啥只穿乜呢？只穿。แล้ว阿哥阿妹話，你哈咪講唔是安尼看啦，特你講嘛是真借。咯，不，伊成日一個。不會成日做一個 concert 啊！你看呢就，哇！如果哎呀，嗬，哇做有當時一小時咧，表姐啦，跟住安尼，แล้ว哇，你腦直直轉嘅喎，แล้ว哎呦，我你是唔是 introvert 嚟？你內向嘅人嗬？我是內向嘅人，แล้ว特別呢。係啦，你處家赤呢，你慢慢變外向了本嘛，特別你正式，你未講，你因為你會外向，特別同時你正式，你唔是內向嘅人，你特別需要你點聲嚟 recharge。我當然就聽到你講家赤呢，嗬，我 already 第一了。我免做 ，because 我再講 ，OK， 所以頂到我當然冇啊，頂到我做嘅工，我特別我特別導演嘅嘛，所以我做導演時，我是第一串嘅事。因為我被導你囡仔啊，囡仔你個被教養做物件，我開始翕，開始是細漢嘅囡仔，差唔多 between 3歲到6歲嚇。你被教養做物件，你被小笨笨，伊被好像要緊嘅物件成翕，所以要緊物件成翕嚇 ，because 伊可能嘅是無看到伊邊嘅手嘅做物件，係你識較慢翕，然後先看到伊邊你就俾可以成做，然後你做唔到，你個特別未敢講，你做唔到，你個別做，你特別 OK，咱 try 佢冇啫，哇，你別做，我翕，我同你講，我翕一個人見得好，我是用一穿架，我成日我索，我哋鬼索我嘅靈魂出來，你看戲嘅。係啦，我同你講。咁撈，
你袂晓你見做袂到嘅，有影見只坎坷，你講咩啦？伊愛做伊就做，伊咪做伊就咪做，所以你若是你見仔大你 equation 啊，你特別會曉撈，你只會曉撈呢，你就真坎坷了嘅。你個未有撈，你個未有騙，佢騙了，你個未做唔好，你未使，佢未使係就講你做唔好啊。แล้ว做唔好嘅時，你要做別行嘅時候，你個未使成日講上減哦。แล้ว你咁樣上好背時，伊人就白起你頭殼頂。你若是假如無你甲伊上減嘅時不啦，伊就好。無啦，我唔做見得好過啦。是講你未使嘛，你心裏面想講，喲，即講我要逼伊。對。我甲你講，我不รู้吼，我不รู้，我拉山嘛是本上本啊，我上班啦，因為我聲其實是快大聲，不因為愛用丹田。你係男人嘛？你是係男人？無你家庭你是用丹田，你特別用丹田呢，無你聲袂夠也袂去嘅。你知道，所以你 imagine 者啦，你一點鐘兩點鐘，咱是直接用條丹田啊！你看你講過下，你係有嘅，個無麥，那買啊後尾嘅時候，我去買麥來用咯。到甲馬路啦 ，because 馬路我本是有用，我本是有轉去像是攞嚟 class 安尼款本啦，本是 physical class 啦。所以 physical class 我就是拄着中學嘅，你就哇！我甲你講嚇，攞嚟 session 啦，3點鐘後啦，我直條無聲嘅。哦，所以你就買麥。嚇，我買麥本好啦，嚇，到本是無聲本啊，不รู้唔知是係咪事哦，唔知是着了 COVID 啊，是安怎了啊？當今嘛，一時間一長了喎，嚇，一聲成啊，刷了。嚇刷，แล้วเป็น個真正 deep 啊，จะโล 哦，食屎曉。一記就驚我記。嚇對，แล้ว冇咩出聲你款橋啊？你王菲唔是王菲，你炒王希嘅，冇。王希啊，王希。Hello，我問你只半大吉話。我聽落安尼款講嗬。哦，有影是伊嘅聲下邊。我聽落，我聽落安尼款講嗬。伊即個是 I think 是 depends 看啷是教蝦米人咯。Because 我頭 start 過來德國這邊嘅時啊，我也未找到工嘅時啦，我本有加冊 ，but then 我是加employees at company 安尼款啊。所以我真正 enjoy 嘅喎，我冇講有 stress 嘅是蝦米物件。我就是教樣阿毛娘啦 ，because 樣德國人嘅阿毛真正差嘛，所以我 feel 到 OK 啊，我 enjoy 啊 ，because I think maybe 看伊個會聲歌，教囡仔學生用一字啦。哎喲，我甲你講，你教咯，有可能教囡仔嘅 teacher 後，你人特別真正學伊人，教囡仔嘅 teacher 啊，無用嘅哦。當今嘛，伊人佫真夠因話了，你知哦 ，because 對哦，睇下囡仔唔是講嘅，睇下囡仔真正 smart 啦。嚇，你個不要緊，因為人嘅 education 啊、不รู้啊，伊是 stress on 嗬，你愛表達，你知哦。伊課程啊，伊 syllabus 啊，真濟嗬是愛你講嘅，你就你特別講出來嘛。所以當佢嘅囡仔變咗真正夠講話去啊。哦。然後伊真正夠因話，不รู้。伊是無多無細因話。伊是會變做成日講伊捍衛伊家己 rights 嘛，所以伊咪講咯，成日講你講伊啊，你睇我都沒有錯啊，成日講伊愛 protect 伊家己嘛，所以講。就係講啊，你講 defend OK 嚇 defend 伊家己，แล้ว你成日你講伊啦嗬，你啊你成日講咱講伊啦嗬，你冇應該安尼款啦嗬，แล้ว伊因到對我都沒有做到，伊安尼款呢，你就唔會見啦。哦，只有條褲嘅穿。老師，你再這樣子的話，我要喊非禮了咯。喲，對，都太驚我講。喂，講啊，我我唔知冇啦，應該是冇啦，我冇做過啦，我冇做過。哎呦，哎呦，我甲你講啊，嗬，哇，伊講佢一句話呢啦，嗬 ，OK， 我氣笑啊咯，我是用氣笑來壓伊啊啦，我就佢頭砰喺你做頂啦，嗬，哇，伊跪喺 centre 嘅人嘅啦，掉平。對咯，應該你袂使拍學生，特別你會使
可以看就你起行嘅關。哈，我講你講下面物件，你講嘅一道，你講嘅一道，安尼看到啊，你就唔搞咧。我驚，我後語我唔係話本驚，我唔會叫佢。先生特別有安尼款嘅喊咯，伊特別會嚟喊咩？我係嘛，點解做先生嘛是有喊咩咩咩人，目睭就上人啦，下先考咧，又嘛目睭。咱年代無相，他當叫無相對。做先生年代啊，對，學生會驚先生。對本，當今未有，當今。因為，你有當時嗬，I have my rights，真係個咯。安尼款嘅，哎呦，成日講啊嗬，我問講，你是人哈還是牛？安尼款嘅時候，一個引路就一個引路。哈，當今嘅囡仔伊引路，我是人 ，OK， 伊引路安尼款嘅，然後一個做嘅一聲，我是人啦，你知有成個。講你面色看。啊，然後我講下，既然你是人哈，為什麼我要對牛彈琴呢？你是不會聽我講話。哇，個好，個係教一成語都知哦。你是搞哦。一個係教成語啊，講話。你做咯，做咩先生啊？你又做引路啊？你咪掂去咯，因為你講你是人嘛，特別我安怎是對牛彈琴嘅，我講嘅物件你都冇聽，安尼款咯。你們是要聽我唱天空是啊？老師不要唱。啊，誒，你唱歌係嘛？一歌就出來就放你卡拉 OK，就再一點緊啦，下死。你們再這麼吵的話，老師就要唱天空啊咯。That's why 你看變咗笨蛋愛去咯 ，sometimes OK。笨啊，你講，咪請你講。冇講geram。所以你意思是有物件 cause 你做笨蛋，所以變做。嗱，我就是會問人，就是我講隻笨蛋嘅特別，我感覺到嗬，咱講人笨蛋係嗬，講別人笨蛋才贏嘅。特別要講到對你自己笨蛋時啊，你是想講，你這是有影只笨蛋，甲是 something 做好你買無興趣，你變做叫伊做笨蛋嘅。特別我有一個物件袂明白，笨蛋甲善有蝦米物件無相？但唔是咱笨蛋咗，咱善 ，because 咱有陣時啊，咱做嗰啲物件 ，so like 你做啊，你感覺無意思，你做，所以唔是講你笨蛋咪做，你做啊，你善 ，because 你 OK，成家你應該無是叫做善咯，佢哋叫做牙咧嚇。你無興趣啊煙牙咧嚇。你牙咯。成家 OK 加尺啦，你若是教你囡仔愛聽愛學嘅，你教了有心嚇。對。你笨蛋要做亂嘅，你真善，你唔是講你笨蛋咪教，你真善，你看了你冇見。你就 fed up 㗎，你講係人咯。fed up。你就是安尼款咧，嗬變做嗬笨蛋愛去呢個，我梗係冇 motivation 愛去呢，แล้ว我就是啊，嗬，像เรา係你阿諗響啦，嗬，我係啊直直冚。該笨蛋白出來嘅。你個咪叫我等快樣一百遍嘅。啊對咯。然後我就心裏想，我以後回去看那班幾百年。唔講啦，我想我係更加應啊，但是我想講我應該是一個 recording，你嘅 answer 是相嘅咗，特別100個人問你。但搞到迄個點聲，聽到有人問你物件，แล้ว你ก็จะไป笑一下，แล้วก็จะไป解釋聽一下，你就ไป解釋了解，你就想你做戲啊，咯啊點頭，answer 是相嘅，你 answer 是相嘅。你知你會講咩？一隻開嘴，你知會講咩物件啦？你知講你袂啊，like 誒像鬼啦、鬼頭啊、鬼節啦，伊 check 啊袂來呢，伊就變領鐳啦，你就知講是袂了嘛，所以伊想講伊直直吐、直直關啊，伊直直殺，人會講會嘛？哦，我叫你頭家講，佢叫你頭家講嘅啦，睇，maybe 頭家講 OK 啦。伊就 detail 咯，變盤一刀了，盤了就細講得，嗰啲盤嗰一刀，細講得盤一刀 supervisor 嗰盤嗰一刀，盤到無夠，我來到我 office，我盤特別我特別解釋到邊聽，然後我特別解釋嚟我了解你關心你啊！我明白你會考，我明白你會坎坷，你個特別解釋特別點頭，特別你個解釋愛看時間，我唔敢看時間，我來看俾你。看 OK， no minutes 3 minutes OK 啊，你直接解講啊，袂使係咪？所以真正了點聲咗，你去個主管啊，別了點聲主來主顧 ，because 阿妹講，咪插伊，嚇，你根本無聽，
所以你個要加死，真正了點聲誒。我要聽話，但係人笨蛋，咁樣是有理由咯。對我嚟講是笨蛋，是咱家己感覺我只笨蛋煮菜，但 because 我是感覺我切菜啦，我 prepare 物件啦，30-40 minutes， 我食是for 5 minutes， 我感覺無得。笨蛋嚇，我是笨蛋，所以有陣時啊，我人特登問我，做咩事你會煮咗你，你咪煮你？我心想我這只贏嘛，我 just 加啦，煮更加贏嘛，所以我沒。咁咪煮你較贏啦。I did not invest 我點上只隻，所以得啦。特別你叫我切菜啦，像古仔咧，迄個牛奶佢切較碎碎啊，炒菜我食一喙落去啊，我感覺。哈。嗱，我就笨蛋啦，就咪做咯。我想到我只物件笨蛋係啥物？我只笨蛋洗衫。我 OK。是笨蛋，我真冇時間洗衫。OK 個，折衫，有衫，有衫。我冇有衫，我看到你衫就俾我就買俾啊，我買俾啊。個話你冇，個講就是吊衫，你吊啊。吊較硬啊，我拍衫 ，OK。乜有硬？一條，你看個就俾教啦，個咩？哎呦，當時梗係之類呢。所以我同你講啊，我就奇，我。只幾年我唔捌洗衫嘅，我按計試㗎，我洗緊了之後我嘅了，所以我。如果 dryer 啦 dryer，你當時係 dryer 掉，免掉。特別我唔知做咩事，我當時正事啊，我做到尾啊，我點解正事？我感覺點解正事做到尾啊？唔知我同你講，阿 John 都有可能是射波球嘅人嘅。哦，可能嘅。我是四波球嘅，我有影唔知做咩事，我安尼攞洗衫噶，我基本未了解講做咩事安尼攞洗衫，我淨係講到，我無暑假加上拜學，我咁晚啊，我係背背啊，成日會打閒我就一個月，內面衫底褲啊。地殼，我俾真正借掉，所以我估個嚟做知道，喂。冇，我個冇要成出。喂，人講，你就是一禮拜做一單，咪是較少嘛，冇你 overwhelm 咯。特別我個背喎，我只想到我都我背，所以我冇法，我人講我死。你地殼係俾姐了，什麼一個月了，再來洗啊？嚇，正當時呢喂背地殼打緊3個月嘅。Oh my god！成個刷咧，個月嘅，我衫嗰時打緊一個月咧，頭殼上去。日見土地嘅，我是真真正。係咯，所以咪是啲錯爛、杜爛咯，啲錯咯。見咯 ，because too much 啊嘛。是特別，我啱時你看你 rationale 同我講，講你一個月一禮拜做一單咪是較硬咯，是落嘅嘛。我就想到我都安尼看咯，笨蛋咯。如果好喎，John 啊，你廚師有洗衫機係咪啊？咁樣出去洗。我個就俾出去洗，但係我就是係個熱了咧，就係嘢咧三巴郎啊，大郎啊，你大咧三巴郎惡食嘅啊，然後撥咧，然後入去洗大，係大咧。誒，咁你出來買係一個洗衫機？冇買學到 B 洗啦，做咩事買學到 B 洗嘅？哦，伊兩個自由路，兩個冇了，同佢問那個有到 B 了，我就係冇，冇，已經。食少了啦，同佢嗰啲是自助嘅嘛，家己。不 ，service full service 嘅，水半咧。我並冇了喎。有啦，我本身就配一間，你成呢個教育好，一 flat 你人當兼人半段啊。冇洗衫機啊，對。冇會掉。有隻人老實講啦，有隻人是做工啦，做工人啊，你成日對個嚟會洗衫，攞嚟啲袋啊，你叫做洗衫拍衫咪就只，所以隻人送出去洗就成日分。對咯，我覺得我地好名咧。我地好名咧，我有佢哋 wardrobe 啊，我係點塞出去個，佢哋教我更走去嘅。啊，幫埋嚟笑更走去啦，第二節幫埋佢成到啲嚟24 hours 啫。好咯，我是講我就學咯，係咪24 hours 嘅即係啊 service 啊 over 嚇？冇真係，我都講，video 我都講。哈，伊個塞來，伊想就你伊衫肚特別是薄，伊 zip 起來，佢是唔知。嗱，伊塞來。
哈对，我一个三度的咯，人我一个来扣伊三度的。厝，人来洗伊衫嘛。哈，對，所以我係三個了，係啲裏邊，掂啲裏邊，掂個咧啲裏邊了，我咧要攞嚟坐落嚟，要攞嚟晾，一個晾咧可是啲裏邊蓋嘅，另外一個晾咧是啲用湯洗嘅晒。係咧，就是講你係自水活水嘅晒嘅咧，我就是講掉 freely 啦，我掂你嘢，freely 冇啲晾裏邊咧掂你嘢話咧，啊，特掉晒我蓋啊，即係個咧我被要活嘅話，做工嘅晒，我覺得掂你這邊嘢。所以伊特掉伊換好時咧嚇，對嚟是一直掉咗好話係。我梗係歡誒喜貴啊嚇，嚇，貴啊嚇，我特個節開啊個150塊美金咯。誒別貴咯，只我冇半件飛到貴咗，我冇飛到貴咯。多伊計貴我係本地嘅了就，and then 伊是一個節燒3刀咯就。 150塊美金，一個月燒3刀呢？燒3刀呢？because 我買嘅嘅住燒3刀嘅，你是買4刀嘅5刀嘅，所以我家己一人大嘛，所以我是10節掂1刀，10節掂1刀嘅。哦，所以你有3粒迄個圖啊，還是一個圖？冇一個呢？哦，係4點正嘅上嘅。 The second day 伊未行到對了嘅。哦，即係你家己個只正3圖啦，這是互你夾去洗嘅3圖，還是這是你3圖嚟？冇，我家己只。哦，OK，這是互你送出去，送3對來嘅圖嚟啦。所以我這裡是我掂衫嘅所在咯，所以我特特種換衫咧，我頭我恤嘅啦，我是一道掂啲裏邊嘢咯。OK，咁我笨蛋，我當時 still 是想袂到講，我就想到講，actually 人覺得笨蛋，覺得是有理由嘅笨蛋，特別有蝦米物件是想甲你想到講，你是永遠袂笨蛋做嘅物件，是講無差你就穿啥物，你本是愛做嘅物件，good 啦，我只目睭只開呢，我就是想，哎呦，今朝我食物件。我甲你講，呢個俾大冰箱，我 exercise 我攤裏面啊，一牛果皮啦，加是一個 ice cream。這是你 motivation， 你 carrot。我 motivation 是食，咁樣是食。我sometimes 會笨蛋食本嚟啊，我本嚟笨蛋食本嚟。你笨蛋想講愛食蝦米？我是小唔知食蝦米嘅，你看你哦。冇，唔知愛食蝦米是一項咯，แล้ว個一項就是哎呀，如果愛出去買啦，還是愛去吹啦，愛去吹呀。然後你來食來到你面頭前，你別講笨蛋食嘛對。有本啊，成日講嗬。我係笨蛋間咗MCO 啊，是唔是？定你知係物件，我笨蛋行出去嘢。แล้ว係到嗰邊咧嗬，係到拍熱咧嗬，แล้ว拍個無拍啦，特別有嘅物件你成日講米啊本胖起咯，有當時嚇。你係甲迄邊一點鐘啊？你看那甲來去嘢，你看。就是你哋暖。咁你講暖甲笨蛋可以互相嚇。笨蛋啦，笨蛋行出去嘛。我都是講啊，托卡厝啊，你講行出去那就嘢，特別就是笨蛋咯。maybe 你看戲啊，點去咧話咧？你這裡是暖咧，就笨蛋是無骨啦啲意思嘛。你這裡唔是無骨啦，冧暖啦，你是暖啦。哦，OK。暖是較慘過笨蛋。慘過笨蛋哦。笨蛋嗰隻理由，暖是無理由。我會安尼看咯，就是啊，我坐到迄個停椅嘅位啦，然後伊迄個人來啦，講 OK 下到迄個展覽嘅位啦嚇，然後我就去 continue 看戲啊，然後愛去夾買嚇，免啦，等者啦，你講到等咧，我就1點鐘過去啊，我當時2點鐘過去啊，甲來去夾，你成角水啊，本羊較。笨無靈氣。你無 enjoy food，我有時候真係食物件，我 enjoy food 啊，特別笨蛋去夾嘛。你就而家是笨蛋啦，我未咯，我未咯，我就咁食。呀，我有陣時我想到物件，我就驚食，我本來頭去外邊買。你未食笨蛋去啊？when it comes to 食，但所以今日我未煮咯，我笨蛋 ，because 我感覺 like。你下接佢嘅物件，甲你夾出來啊，像 cost benefit evaluation 係冇得。特別你叫我看，伊是愛看經濟效益嘅。
你叫我一頭換車去買 take out 嗰啲物件，我會。你講食快嘅嘛？你換車出去呢？我用時本大本啊，我用時常講第好咧就是。OK，即係借物件，人嘅你 convenience 嘅了啊，唔係講人嘅 services 嘅了是因為有人分單數，人買做數啊，然後夠有出嚟塊 service 嘛，成日送隻嚟咧厝嘅嗬，我感覺是只少嘅咯，送隻嚟是講穩定無好嘅事，冇咩錢啊咯。冇啦，我講冇錢。當時我點解買有物件啦？有物件成講我食你Korean fried chicken，就我哋來時零又冇食啊。然後冇你咖喱，以上嘅菇嘅咩？怪菇本啊，試入過唔正。哎呦，上來because 我人嘅所在 ，maybe 所在較闊、較大，所在較大嘅數啊，所以伊來教嘅時候 already 冇咩錢啊，我 feel 到咯。特別點解我個冇去你 air fryer，當然 air fryer 咧係伊煎嘅物件你做喺家裡去。特別我用時半段，我覺得講其實半段，我看戲嚟講下，我除咗看戲啊，我會想看幾集，我咪冇點等嘅。啊，我不是。我看你連續劇啊，嚟 weekend 啊，看你58集咧，就係看個了嘅嗬，我就借咗嚟看內 season 看個了去看。我是屬緊安尼看你咯，我特到等佢哋幾嚟 season 了啊嚇，我未打閒來。我屬緊借咗是邊個人講我爛了這邊。你幾個月攞知道？是啊，感覺冇起來多了。所以你阿妹明白嘅，一個月知道是啊。啊，一仔啊，到 calendar 哦 no，你話 computer 都冇去呀，你話 video 都冇開啦，即係 cloudhouse 這邊弄。其實你講笨蛋啦，我諗下即是。sometimes 是人想 escape 你看門一個就知道就，實個咧，即係你 joy 嚟咯，感覺到。對啊對啊。是咯。因為嗰是這條講話呢。特別啊，one thing 啊，係你 order take out 啊，我冇熟㗎，你知就先咯。啊，冇意思冇條橋，係你滾電嗰啲啊。橋半啊，咪橋攝啊，食嘅物件嗰個條橋個，我較熟㗎，你知未有？去下你場館去食。啊，拍卡出嚟走啊！下掉隻，你一冷紅細喎，又話噴水噴掉啊！哇，係你話就爽啦，你試下走，係你夾爽喎咁樣。OK，等陣講到對，你有一隻正笨蛋人，我微話教我尋，我感覺到我唔是一隻笨蛋人，特別我微話你係笨蛋人啊，你出接嘛笨蛋噶，你冇笨蛋愛做物件，啥物物件？我無笨蛋愛做嘅物件。嚇，所以你做笨蛋唔好，你想到愛做，哇 ，OK， 我起來做，然後只招講哎呦笨蛋愛做嘅，啥物物件？冇啊，隔了啊？冇嘅，我隔了本是笨蛋嘅。我唔曉，你安尼看問我唔曉，我講袂出，我同你講我講袂出，我冇喎。困咯，我困，我是無笨蛋困嘅咯，我其實做我困，我唔會困嘅。對，哈，困咯，困是最好了啦。แล้วลูก講 even 啦，我真สุก啦，嗬，last time 咪是สุก做 podcast 啊，แล้วสุก做 blog 啊，咪是有笨蛋事。有個股一擺有，是講 amongst 個了物件，你唔是講你完全無啦，你第一招講有笨蛋是啥物咧 ？I think 是，若是講按款比嚟講啦，嗬，就是。做 blog 嘅物件，特別是有興趣咯，係呢物件。係你我就 lock ding the bell， 叮得鈴嘅，叮得鈴是人無點聲，唔是笨蛋，人嘅點聲未下。有啦，人有點聲啦。你只能講快估一下，我禮拜啊，咪禮拜一再去咗。and then 啊，我同你講，我人個會做是 because 我當佢有較靜嘅。所在嘛 environment 下對，特別是講有較echo 淡薄啦 ，because 冇咩有。我感覺話你教我是樣，頭殼愛用嘅物件，人都冇安尼笨蛋 ，physically 都會做嘅物件，人都笨蛋。對，頭殼愛做物件，我會做。你叫我去路啦，去做之類啦，切菜啊嚇，我就是。
我甲杯我話象徵。喲，咁我用腦咪用下手。對，你叫我對，我不是呢喎，我不是呢，actually。對，我可能是象徵。咁我想話，啊，點我差唔多想不咯啊？我只物件真笨蛋，我甲你講。來講。你知影食啊阿莫當值來時啊，你咪就做你臭水水啊！我真正笨蛋，代表我做了真冇着，你知水水啊！我真爽，代表你叫我做嘅時候是真正笨蛋，你拖啊骹拖啊手，真正慢嘅。是來食嘅。我啱做呢，嗱冇嚟講我冇，你usually 做，但是講做冇水，我就過去撬。你去撬啊？不，但係講啊，嗱，有可能是 OK 開頭那時是可以去開，了做了冇水咧，咱家嚟去撬。我係真正呢，依個在我 particular， 所以伊會問佢話 OK，咱今年做下面物件 ，OK 我講 OK。Because Christmas 對伊嚟講是隻要緊嘅物件，所以我講 OK，咱會使做 OK， 特別伊量我咯，伊講我咱今日咪做上濟，伊驚我 overwhelm， 伊講咱今日做淡薄錢水，然後咯，一直 start 做都 OK 咧，我是為咗伊個做，你幫我嚟講啊，我規間厝冇做 decorate， 上一年通天咁樣想嘅。安尼款咧，你安尼 artistic 嘅人，我冇想。我較笨蛋嘅話 artistic 嘛。所以笨蛋呀！伊但係就做啊嘛，都講嚟喂。掉本啊，掉本。你嘅了出來嘅了，伊接嘅了出來啊。誒，有影你知，我嘅 creativity 已經到啲講為，誒特別好，我當機嘛，我是真歡喜啊！咱咪見咱講學緊話啦，就講我講個字都唔我係講，我當機免翕戲啊，嗬，較少翕戲啊，樣哇 position 都冇啊，一般做我較只是做post production，但係是翕好了後我 edit。我有當時本條翕，個條個翕住得，定之是成啊最近嘅事話路樣，本啲是免翕嘅，了做啊，我 idea 變做佢了啲翕嘅咧，伊嘅 schedule 我就懶啦，所以我佢就做嘅啦，包衫包鞋做嘅了翕，嗰條翕嗰條去切，我哋擺佈置伊物件，嗰條去 prepare 伊嘅道具嘅物件，我佢就做嘅啦，了爽是爽，阿咪有 fun 啊 creative 本嚟開物件，特別好。我嗰時開始做 post production，甲人想哦，我叮當嘅時我家裡嘅，尋腦 ，OK， 嚇腦呢？我想到了，你頭先咪講有蝦米物件會安怎會去做嘅嘛？有影是有較興趣嘅物件，你就會食骨力。老實講，我啲做 teacher 那時咧，我做嗰啲 drama 啊 ，stage drama 那時喎，嚇，我會隔了物件我會包嘅了誒，你就伊個衫啦，伊個布景啦，伊個 backdrop 啊嘅了啊，我會人做嘅咧，嘅咧布嘅了，咧參 student 做一下啦，แล้ว會去安尼款嘅咯，แล้ว我會到學堂嘅位嗬 ，from 早起啦，我會到6點。你被拉沙川咯，你有試下我被拉沙川下。你做咩事你冇接下次行假咧？係咪接下次行假？假跌得。假跌得冇嘛，แล้ว人係干嘅囡仔嚟嘛。有誒，我同你講，我啲邊年畢業時，我有開 speech and drama class 嘅啫，我都唔知嗰兩日做做，你會使嚟做 full time 未做？我唔知嘛，就唔是。但係都冇邊年畢業。even 當根本有誒，你當然你去 international school 吹，話啦。有 speech and drama classes 嘅 full time 嘅，我同你講。But you have to speak England. Yes, you have to speak like English. 別啦，你我人是華校嘅嘛。華校嘛是有 private school 喎。應該是有誒，你愛嘅話，你可我那時我拄到我學你知咯。if 你有興趣嘅話，แล้ว我咪 contact 佢咧。你個只 creative 咧，會話。你知哦，但係咪是做事哦？你 script 佢就俾自己寫啦，然後伊衫係咪啊？嗰咧自己就俾 design，就不過畫好你design 啦，就伊唐朝嘅衫 ，because 我啦愛做小字嘛，咧是如果特別去看伊 history 呢邊嘅話，係 research 嘅了，我會做下，暫時我會做啦 ，because 呢邊嘅是有興趣嘅物件嘛，係咪款咯？特別你做古嘅，你又使會先咯。其實伊件唔係 professional 咯 ，actually。我一年做一道咯，一年做一道。你那是大隻就做呢先咯。大隻
着做就着實現啦，特別一年一刀吼，แล้ว伊 backdrop กันแล้ว唔是迄個細細啊，咱看你囡仔細細無誒，我是對調迄個中學迄個 standard 誒，你做個咧大項嘅物件個了誒，安尼款誒。你個大是物件啦。因為我看到這沒了寫 message 呢，假久啦。你走呀？伊寫啥物啊？後尾一個是。伊講喺圖書館，伊個玩這個鬼個，伊是 librarian 後咧，半大 class 走去嚟 library，因為library 有鬼咁問題鬼字的，個鬼字。哎呦，我想法 ，OK， 所以我做我半大咩？零天嘅時去買衫，我哋半大咧，如果都請個幾百元。有時都愛去 try 晒嘅時，哎呦，即係條頭下你條頭我哋成日嚟。我真係好奇啊！你人成日講大零 T 那時啦，人家會真正半大講啊嗬，喲我特別穿安尼遮衫啦，安尼搞啦，我你賣出梅嗰個嚟講嚇，但係做我賣出梅嗰條。你出梅，你愛出梅嘅時啊，你 preparation 啊。有時換 costume 你看到背啦，แล้ว你褲有陣時個條換啦，個一眼啦，個兩眼啦。當時上領是個裡面嗰度青。แล้ว你個特別上即係超郎啦、布啦、牙啦。แล้ว特別成個 Canada， 個看你 shopping 是領還是無領？哎呦，真係講嘅。แล้ว Canada 嘛 almost 不是領嘅喎，真係領啊！真係領啊！แล้ว咪差唔多是舊年冬天慢慢出梅嘅。有六季節愛講冇愛出梅嘅，都係 Ontario。嗰啲本是時候。你講個季節做咯。嚇，安尼。嗰啲冇個季節做，本都冇個季節咩？嗰啲俾借做嗰時哪個季節呢？你講嚇，你講嘅啊？是啦，你冇那個知啊，但是你講你只能講嗰啲水，係啦，Canada水，你講嘢曉嘅了啊。即季節有食嗰隻。這個節，你個季節是是地頭田啊，嗰個切季節有食啊，切季節，哇，垃圾是7個月，嚇，7 months 啊 ，Ontario，你講咪節頭咪節頭啊咩？แล้วมาทิศทางมาบ่มีเสียงไอ้ชุขี้แล้วอันนี้ความแบบนั้นเลย我做咩事？我大擺時我見陣時去店咧，我想賺開時做去 Costco 做住，我俾600塊物件都係食物件，然後 freeze 我 freeze refrigerate， 然後我拖我只2-3禮拜我買出梅。我成日看到喎，你意思是講除了做工了，你就是對厝啊，對，我真正無暑假寫見面，然後我見面淡薄有時候淡薄，嗰啲叫做咩啊嚇？應少啦，叫應少。吼，應少人啊，應少人，特別去，因為即是往國係講往做工嘅物件，所以我要去是當人，佢哋 Chinese 一邊 Kansas City Chinese Association 啊，有新正 celebration 嘛，了樣請我人 ，because 正當我係公司有跟伊合作過做咩，所以就請我去 VIP 啦，你往時特別好面啫，你別使講買去，嚇你物件，所以如果是白得你需要人嘅點先啊，所以人特別做應少，特別去教是老咗，特別。我當然就想到我個錄音嘅來，我嗰條去，我唔知什麼，但係就講5點搞，我講我唔知5點，唔，人家講3點幾搞，我未，我講我個錄音錄㗎，我是拍住錄音嘅3點幾4點啊，我嗰度爭起話生，看你個要 set 頭模就係咧，當然頭模等咧，冇 set 尾啦，小人咧，然後嗰條爭啫啊，我哋小條那看嗬，我較好啊。我特別到啲咁考試只爽嘅啊，停到昆山嚇，佢隨講話嚇，冚開暗暗嘅門咧，咁攰冚開暗暗咧嚇，講啊，10點鐘唔要緊，特別你咪叫我整隻出去咧只啊，你話我只半段喎，我當叫老我考較半段。掉機啦你數，冇你當然出去，你個數又愛請個舊啊，你看落。當然是個最多，都20幾度嚇嘅，20幾度是。但係有物件會做㗎，你人變
笨蛋咯，對哦，笨蛋愛出會本咯，特就別出真啊，門就扣頭毛啊。winter 個較死咯，嚇 winter 個較死咯。summer 是較硬，特別本時我啲笨蛋，我對馬來西亞是無相，我對馬來西亞是我愛啲 holiday mood 咧就，我無相，我 mindset 無相㗎，我去得咯，我使去得咯，我到這邊嘅時啊，我是而家真我無愛出門啊，你哋是講幫我定到 work from home 嘅時嚇。我冇出到門啊！喂，而家是完全冇出到門，攞3個月我冇表見嘅。是咯，是咯。對。我對馬來西亞是大隻會出嘅，because 馬來西亞正硬啊，都穿拖鞋啊，穿底褲啦，上拖鞋就出啦。出啦，表見。แล้ว青菜全部冇人插路呐。啊，對咯。冇人管咯喎！我知道啊 ，US 別使青菜停咩？青菜，特別較少啊啦，冇人插路，特別咧，我青菜停可能坐我囝出去嗬，萬山了，佢買一個幾道湯了，佢哋安哥講我是近人嘅咯，對唔對？伊做爛咗了㗎，就我緊係面啊！是啦，我停一個 oversize T 恤，停一個迄個3塊10條，迄個 Bermuda 褲。3塊10條10條3塊。10條3條3條10條。迄個 Bermuda 褲。嚇！我係打算嘅咧。等，我哋即係別使講了啦，垃圾講。OK。你在講咩啫？你講。阿娘子，你頭家是阿無人啊？嗬，你甲人過驚。喲，啊，做爛路啦，我你。冇，我家己驚啦。你無歹勢啊？我差唔多是愛甲安哥，我買咗你幾條湯。誒，我貴之前安尼我都冇。即係阿三老師都未講未。OK。我叫那條小英和你啦，和你啲 email 咧，你可以人看啦。OK。แล้ว就是你，那是你看到安關嘅小英，你感覺你是唔是特別有 cost 換貴身軀，把你介出門？即個食咧啊，我當今夾啦。Oh my god！ 我當今夾啊，即個是一個 weekend 呀，你睇啊，我夾，你收了未？捉看咧。你寄 email 好啊？好。email。哎呀，啲真錄看。等我放下諗看，我放下諗看。即係是一個 weekend 呀，你睇，即係就是25號 Christmas Eve 到個 Christmas Day weekend 呀，即係安尼其實。咩啊？特沙伊就報到 Clubhouse。冇，伊到底迄個叫啊，等陣到底 email 好啊好。OK，我隻 email 咧，我叫人看你。到底你到尾到底 YouTube 嘅？not YouTube， 佢哋叫做咩啊？佢哋 Facebook 唔是，佢哋 YouTube 啦嚇掉。誒，我未記話 YouTube 嘅link 可能個，等陣。哎呦，我嘅。到小英咧，就是阿 John 講，伊有農村，伊農村嘅時咧，我人對這邊都是安尼嘅。但係小英唔是我嘅厝啦，即是我朋友教我，我人甲了啲 compare，甲了人做這食嘛，伊行，伊白白，甲了人是 over weekend 啊，我朋友會食，安尼是。OK，我好難看啊，食起嗰陣。伊是24號到這是26號。OK，好難看。哎呦，死！真嘅。哎呦，死！嗱，快啲咯。哇 ，OK。Hello，都冇看到。YouTube 啊？還是得咯？YouTube 嘛，我做 YouTube 嘅位，我一寫安尼教嘅啊。Nojit 呀，這個是 Nojit呀，你睇。Oh my god！就 already 愛砍掉你妹啊嘛。有個人愛砍掉啊，Buffalo 嘅。Oh my god！伊大妹起㗎，伊大妹頂面啊。冇，即個。食起個伊個 garage 嘅 roof 嘅位了，我人講，乜嘢起個呢 roof 伊就是夾一個小英，我人看。係啊，真係。你看起個。冇，即個是 because， 冇，即個是 because 最近係你有係你 storm 嘛，唔是咩？嚇，最近嗰條。แล้ว個安尼款啊，平時是冇安尼款啊。我人常是安尼，你唔看半條電，我那時候未大。Ontario 落雪咧呀，一落掉攞潮嘅一擺。
喂，你按做去出去，你就你按做工嘅人按做好。你就慢慢哦。是啊，係你我咁晚啊，我咁晚困到厝啊，嘛出去。你講，that's why 你講嘢，我安尼白個 because 你只過咗一節啦，一度垃圾咩嘛？你過咗一節一度垃圾，係咯，變哦。係啊，佢哋講 Ontario 人咧，係我真係骨力嚟咯。伊人愛去做工啊，伊人5點幾6點就起來。哇！是屙去屙，變咗死啊！你看你，伊人骨力咯，伊人。嚇？你 clear 嘅時候，係你車度來哦，你 lorry 啊，伊度夾你 lorry 嚟載你，แล้ว出去咯 ，because 那是伊無載 right， 伊個載落嘅時就無位啊嘛，所以伊特別夾 lorry 嚟載就嚟食㗎，แล้ว出去咯。But 你大家 front door 就會大家 clear 啦哦。對，哦no。你 clear 面是緊有 front door 呢 ，OK， 你 sidewalk 冇是你 responsibility 嚟，係你人行。你 driveway 啦 ？driveway sidewalk。not driveway sidewalk。你 sidewalk 係人咯，白多咗，你條樹哦。你條家己橋呢啊？你看，意思是講你袂使分段咯，你袂使分段橋咯。袂使。喲，我先咪是分段，無法度，日日都出去做。我當然是講下嚟講，我是教我頭嘅，講那是落大細了，我就 work from home 嘅話，當兼下啦。定早是袂是解哦。然後我就驚，我唔是講我掃身我分段，我第驚就是出去外口嘅路位。換車啊是啊，伊個塗骹骨骨是我真驚到，我心我了解濟我誒即個我誒 sales 就濟啦。驚是吧？驚 accident 是。我驚 accident 頭一條驚人浪路，第二條驚骨塗骹骨。驚家己袂 control， 立掉，我是你臉啊、碰掉霜啊，啥物啊 compact 嘅 snow 啊是掉你 black ice 啊，嚇死咯，骨。成個 ice skating 嘅咯，類似啊。你車規定嘅骨，你愛袂興，你頂陣時嗱寫到咪是掉咗這攏看到寫到嘅 ice storm 咪是，哇，浪車落山是鏗啊，落頂浪頂嘅你看，有人一頭杵落啲咧 sidewalk 一頭杵袂 stop 落來，我驚。你迄邊有 storm 喎，that day 是你人迄邊。無講真濟，我個就係我多到啲 travel 掉我去找我嘅指甲，我嘅孫啊，就我孫啊，所以我去 travel 對呢，佢一暝我就對呢8點幾我對呢，我阿暝就落雪咯。拜山啦，意思。嚇！我拜3對拜4落下。嚇對。拜4 78早啦，人係78。แล้วก็ South 我ก็จะ Southwest ก็สิอ่ะ Southwest ก็定住 Southwest 派กันแล้วเลย飛機 cancel กันแล้ว好ก็就ว่า對舊啊喲ว่าไป提供嘅話我好多看我小英你報到 refresh BTR 即係是阿妹阿冇等值嘅事攞3日條時間 OK 就我看到你紐約嗰邊嘅嗬，我啲你是係咪來？差唔多打電話。我外口嘅 furniture 差唔多一個盤啊，間攞潮滾。嚇！你看伊生日節。特別一個你免去清啦，一個你免去。唔免啊，頭整掉咧，我嗰條去清去用 shovel 橋。哦，你看到啦，袂使分段咯啦，安怎冇法。我是你會使分段本，你請人來掃。會啦，你叫請人啊，何你？特別你人安尼坐，你嘛就別等，有陣時你對。你有女冇趁請人。你係講。我未 imagine 講啊，成個垃圾安尼管喎，你安怎去安尼？你家己一人下咩？ machine 啊，有迄個snow blower。有天啊，你就有落安翻嚟點先係事啊 ，hospital 正濟人着心臟病。少，即係濟人是去 shovel snow 嘅時心臟病發作。即係 Christmas 喺一站啊，3個人死咯，阿冇包租間嗰邊一個講話3個人啊，心臟病死咯，叫別掉嘛。你有一個artist，一個 celebrity，或是有呀 Victoria Snow 讀上咯，係 Jeremy 係咪鬼唔知？Jeremy Renner 對，Jeremy Renner。啱死啊！伊是可能浪什麼？伊和 snowplow 嘢。哦呀！伊 snowplow 除落嚟，伊家己嘅。Oh my god！
哦，伊家伊己嘅家己厝嘅 snowplow， snowplow，伊係大一個，伊停哦。了，伊愛扣虾米三千嘅，來？伊 OK， snowplow so snowplow 來就是落來，講伊成個駱駝車呢，特別是驢嘅生嘅，啊哈後邊驢嘅細，了啊伊就是伊家己厝，伊家己一頂啊，因為駱駝車咪是怪大頂本呢，伊一頭嗯出來骨一出來弄到伊，熱哦硬到伊，經上交過，經 hospital，過，佢見我車嘅了，佢辛苦上嘅了嚇，險死哦！我看到伊到啲 Facebook 啊不 YouTube 有報小影時，大佬唔知 Instagram 啊。So that's why 對我人嚟 Canada 啊，because of 落雪啊、絲啊、冷絲啊，即係個破糖啊！我以前零時啊，是蝦米？蝦米樹做咩樹講，人去掃霜嘅時 shovel snow 是第一應到心臟病。哦，伊阿莫包解釋甲我講，伊講早起咧，人起來是咱血真高 ，because 啱啱咱可能冇啉水嘛，所以咱嘅血是真正 concentrated。So that's why 你食起來是我有甲半減邊講嘛，食起來第要緊咧是啉水，你食起來幫助啊，你啉水。啉水啊！是你穿衫換衫，你特別驚有驚咯，叮當淡薄，唔通一頭衝出去。哦。你 because 你會成個人嘅血管，人嘅 veins 啊，血筋啊血筋，就是成個迄個龍，你成個嚟拔咁咯，只要你拔會痛個。呀嚇，有垃圾啊掉到喺你拔，就是人嘅身軀嘅 plaque 嘛，人嘅 veins 嚟血嗰啲咯。所以了人嘅血。佢搞，佢無啉水了，佢激力啊，所以嘛是啥，伊嘛是衝咯，伊血嘛衝咯，了有當時衝着了係時啊，伊嘅迄個垃圾，迄個 plaque 啊，落去嘛，落去啊，那是嘛是心臟病咯，會卡你啊，着卡啦，了那是講着起來頭殼嘛是 stroke 咯，哦，所以你啉水了係嚟啉水啊，係清嘅，你落出去 ，because 你血就無安尼結，無安尼搞，無安尼結掉。了你運動一下，所以 muscle 嗰了半間。你話係叮當較痛者，較鬆那個出去做。較鬆，了你較出去哦 ，because 你人是關做工嘛，有人是。做工啊。伊講 because of 呢，真濟人着心臟病，早起特都是安款點先是真濟人着，真普通。especially 嗰啲大埔啊，40幾歲、50幾歲是。啊，迄個是第夾。對大埔嚟講，第嚴重嘅嚴聲咯。我有甲 Bruce 講，你咪去 shovel， 所以我甲伊講，你互我 shovel， 別項物件我會做，唔是講我驚做，我驚講伊去做，你知伊個人安尼大隻啊，然後我驚講伊。唔是講我心臟病，我驚心臟病是有驚，特別我是驚伊用水骨掉拔刀，我是解，你知哦。所以我甲伊講，我是去做，特別手法一刀，嗬，今年一刀，伊家己就去做，because 我新嘅 driveway，我知我唔是拍毛灰就新嘅拍毛灰，我未使下 ice 啊，今年未使下 ice， 所以我唔是未使 ice。未使下你 melt 你 salt， 未使下鹽，你就未使下你 melt 啦 ice melt， แล้ว所以特別一出去做一道，伊講誒，伊同我講你 take it easy 啊 take it easy， แล้ว伊講較應受啊 ，because 當今伊個塗骹 surface 講咧平平啊，你 shovel 就係靠過呢，伊掉個，頂到我塗骹冇平有坑有闊呢款啊，即真正歹 shovel 咯。特別我真驚我冇咩去做。但所以伊講啊，較好啦，是若是講你知講是安怎點聲，你就要較早請咯。because 真濟人是趕點聲去做工，了硬來啊，請講。冇啦，你身軀無 warm up 啦，無 warm up 了吼，你安尼款去做啊，就真危險嘛。是啦，到時伊會袂驚嘅事嘛。啊，伊會袂驚。我有教台灣人咧 ，after 啊，36歲甲我講。早起來第要緊就是幫助啦啉滾水，第要緊就是幫助啉滾水。慢來。啷個有啥有蝦米物件成講真正普通嘅物件啦，普通人做嘅物件，特別你真正笨蛋咪做喲。我真少。蝦米？
咱有迄个 feeling 啦，但是落去做工啊，要見做工嘅人啊，無個是 if look 嘛 company 又要見新人啊 ，new environment 啊，要拄新人啊，又只分段啥，你特別introduce yourself 啦，一個。即係你 introvert 本啊，你。會使講咯，安尼本啊。That's why clubhouse 真正啱我嘛。clubhouse 佢拄到人特別嘅名見人嚇。是啊，個名見人嘅講緊嘅爽啊。哦，對咯。所以若是講，特別若是你拄你新嘅點嘅啦，是成日用 clubhouse，緊係用 audio 呢，你會較愛啊。maybe 特別話做工冇辦法啦嘛，做工你怎本愛拄嘅啦。別人有成日食真正普通對人食普通物件，特別你食笨蛋愛哦。食到你出去嘅時啦，愛拄人，你知你就查某啦嚇，就你頭毛水水啦，啊無洗了就吹互伊打，伊家己洗水啊，迄個物件我真正笨蛋。蒸啦，你食笨蛋蒸啊嚇，就經沙啦。經下你零零冷嘅物件，即係你earring啦，下你銀釘啦。哦，有人是suka啊，有人 suka。嚇，我真正無 suka 嘅物件，查某嘅物件我只笨蛋。我講聽我只笨蛋係啥物？除咗洗衫嚇，洗衫只一人我無 suka 是，我只笨蛋開被。哦，對啊，你講沒有啊，開哪年個冇開嘅？我跟你講，我係 jackpot 嗰度一年啊嘢，你夾嚟我笨蛋開被，我唔知乜算真正笨蛋。我頂到就是做內行工，做導比加 post office 工嘅嚟，點講？我 post office 我都冇開被啦，嚇都冇開被。我是做咩係你 mail 你攞係 office 嚟呀？ office 開被啦，翻 office 去。我真正冇事㗎，我講我真正見開被，老實講開被呢，但是講個了是學話，actually 冇，我是講個了是學話，我就係開，人叫我 Christmas card 我冇開，我係硬開，我係硬真正零利人，所以伊冇事㗎，一塔嘅物件，我是嗬兩禮拜啊 email 寄入來啊，我是塔。我冇愛去開，我就想到我愛開，我就冇心啊！你知唔知？伊做我心情真正無好呀，開被洗衫。冇，下個你做 secretary 㗎，你開被。 maybe 咯。我今日有 bill 啊，今日來是今日都是 bills 來。我係 bill 今日 online 咧 bill 咧，我冇 bill 就係 mail 咧，有嘢嘅就。我冇 understand 講下，好你開被有咩心情無好？哎呦，我仲可以加多啩，加 OK，actually 你看，伊唔是講開被，你開被是 OK one thing，開被啊嗬，你特別去 deal with it 一定要抓。你安怎 deal 咧？係啦，你特別客家去，你客家去有你物件，有你嘅名，有你嘅地址係咪？如果就 black out 伊做啥，做係 securely 客家去，你袂使講你先使一點起來 take 你 information 嘛？就 shred。我 shredder 我是較要緊名，我講 shred 成個 account 啊，我 account 係你物件我講 shred 啦。because 你就 shredder 我冇判斷 ，shredder 伊個咧插幾條，唔伊幾條嘅咧一條。伊幾條，我去包係嗰度係咧抓嘅，你咧 recycle 時間夾出去嘅。哎呦，我真判斷那款物件，但是講我好嘅嚟講啊，我是請工人甲我做嘅啦，那款物件。如果是寫字報，冇你是講你冇做嗰啲 red 咩物件啦？係咪嚟 red 咩啊？係你細行，哎呦，我係未打鼾呢。OK， 我做咩事？我係未打鼾就是講，人當今後，你係寄 email， 你 email 我就 delete， 我就 delete 到了呀。我係寄下你抓，我佢就去 deal with， 你抓 recycle， 你個未 recycle， 佢寄下這個 account， 然後我就去撳我 account， 我變咗了，我就係點想都知哦，我真係見呢，我哋未打鼾呢。我冇去 shopping 啊！就講冇去 shopping。嚇！我甲你講啊，我若是去 shopping 啊，我就是想要。你 shop 係咩物件？是買衫、買褲架，還是買食 ？Anything 買食唔夠 OK 啦，買食，because 我就會買係咪我就去咯。
shopping 買衫係咪都冇時間啦？買衫買物件買 gifts 買係咪？我同你講，我想要去，我直接 put off。我們想 procrastinate 咯，就是嚇，咪做物件 procrastinate。個自節，了，條命咯嚇。嚇，你是半大冇出去行啦？我有出去行，唔是冇出去行。伊唔係我 because 伊要食餅。有我可以啊，好咪可以啊嘛，即係你自己你背嚟。唉，咁物件人笨蛋，人做嘅平時物件都笨蛋。我就去 try outfit，我更加笨蛋。笨蛋折衫對。我唔是我姑姑一擺後，我會想淡薄想講剛好者啊，我會，特別。有人洗表，有人洗只線，較濟是線嘅。我成日講 OK，dishwasher 係dishwasher 係 unload dishwasher，loading dishwasher。我唔是講暑假，特別我只 particular 我自己要做嘅辦法，所以我要擺時我都要擺 certain way。所以後嚟我咁樣做，因為 Bruce 講一定 Bruce 講，所以後嚟我較濟是我做 unload dishwasher 啊 ，load dishwasher 我做。伊洗衫好啊？你嘛 at least 講啊，個唔要緊啊，你有 dishwasher 喎，我哋攞就是係洗磅啊。你買隻 dishwasher 啦，當有一個成個中國看一隻啥，係到啲 counter 然後呢，แล้ว插電落去，然後洗得嘢。哦，小米。哈。哦 ，OK。哈，免講就代你家己冇講就濟嘛。我講聽是 dishwasher 頂到我先咧，頂到我是淡薄，我冇關係，because 咱都唔捌大漢細漢大漢都唔捌用 dishwasher 嘛，嚟到美國我夠用嘛，所以變做人我就是想講 dishwasher 撩水，你聽到啦人講 dishwasher 撩水，其實 dishwasher 生水真濟，你知喎？生水啊，甲你講。嚇，伊用到對上嘅水直洗嘛，咱這邊直搶是走個了去嘅水咋。所以我變做後，較濟物件我用 dishwasher 洗啊，當佢無講一日洗一道本好，我兩人有人是兩日洗一道。嚇？天氣咩？天氣啦，特別天氣應該用咗水嘅數。嚇。啲洗是用咗水嘅，你一個砰嘅呢，了伊水嘅了會掉嘅了伊嘅。有當時有咧物件，有咧想個調較暗嘅，我洗出來我洗袂起，我有。真正少啦，我頂住罐垃圾是伊垃圾嘅咧邊啊咧粉啊，因為你罐只股 ，because 我用 instant pot 煮嘛，我垃圾，了，我教人看，我垃圾有時唔是20年嘅垃圾啊，對，20年，2000年，2000，我看我係咧，我好難看。我唔知哪裡看到 video，唔知看，等陣我 try 看。我有一個 video 嗬，我翕咗，我到底我下咧，我post 互人看。我是主隻要叫互人看，所以我互人看隻 video，可能看會到哈。到一個哈，我垃圾，頂是一個嗬，但我可能看到，等陣。一個，哎呦，背啊，他媽的！我講我冇聽到這句話呀！他媽的啊！等陣，我maybe export 出來有個等我 try 看。他媽的 ，OK 看。嚇俾我被 share 喎，按照 share，我不要 share。OK，maybe 我開一個。OK， 我開咗，可能看到。YouTube 人個少看到。等陣我去 Google Meet， 特別唔知你聽到聲應該係 Google Meet。OK， 人看到一個啊，人看到一個，對，我聽到聲，聽到聲有。我讀。等，我冇看到過呀，等陣我冇看到過，等陣。
你哈哈哈哈哈，等陣 ，OK， 嚟，嗱，啷看佢？這唔是老蛇咩？會個有啊嚇！我ตัวไอ้หูดีลักซ้าย我話撲機路喺嘅了。你看你盤子是假嘅了，你看到？你葫蘆咖喱。你講盤家只是假，你看到啊？對，我唔知，我唔知，我ตัว一罐頭，我ตัว一壺是 mackerel，意思。伊煮你看得幾地壺呢？夾撈落去咗，我係淋巴嘅咧，起來盤嘅，起來就是幾多啊 explode 啊，我唔拉大碗嘅。我話撲機路喺嘅了。掉你是假工啊！哈，當時哈，只衰啊，你掉啲咪假工啊，一個掉啲好你假工做。你做 avoid， 你做掉。切衰喎，唉。sometimes 成日講啦 anxiety， 等我看咁。你想講夜市啊，咪學伊垃圾咪夜市你成個國家 tense， 國家做唔到。對 muscle 就係個定起嚟嗬。我個另外一個物件就是講我隻骨力做嘅咧，就是面喙齒。我感覺到面喙齒咧，我是算咗隻骨力啦咯。亂出去啦 ，because 我係 ventricle process 嗰時只借咋，我係扛佢只借。你真係細樣類出去嘅，啊！你出去嘅物件，個了你是個了特別做嘅。我係講我是做出去嘅羅仔。obsess 個類出去。嚇！我是半段 floss。嚇！我是拍的，我往時半段我特別，所以當時我係 skip 上一禮拜嚟講下，我往時 skip 一日兩日啊。我想大一時啊，特別我拍啲門有 floss 入邊吹氣，冇平常時我 routine 咧，就是 floss 入 water pick 啊 brush。哎呦，我第驚 floss， 我第驚。係咪？你講 floss 特別你講 water pick 啊？哇啦！有 ，because 我係 doctor， 我係 dentist， 我係你叫咩？唔是 nutritionist， 叫咩 ？hygienist 嚇 ，hygienist 講嚇，伊講你 floss 嘅所在甲你water pick 嘅所在無相嘅講。伊講我係 floss between teeth 你 floss，but 你嘅手齒甲你嘅手齒巴嘅位是用 water pick 嘅。對啦，特別 normally 人做一行嘅嘛，你有時 the next day 你做 the other thing 啦，you know，你是alternate 啦 alternate， 我是 usually 是做個了啦，我骨力是做個了咯，我冇骨力是我 skip water pick，然後跟住 floss 加 brush 啊。真係骨力咯。係你話骨力我真正愛佢，我冇咩愛做啊本樣嘢，啊你是為咗要搞出去嘅事啊，驚出去拍嘅事，裝之前就是人。但係我人講成日無事加 floss 是就是阿三垃圾加白青啊，還是我咁啲。我冇無事加，特別是就逼掉。我唔是講事加本啊，是講我關事啊，我係我有時顧啦做咯，我無事加，特別我唔照做啦。我 floss 是 because 我那是我冇 floss， 我驚講我去迄個。做咩？我係時我歹勢講我冇做 ，because 我只歹勢，我個咪講騙話 ，so 因為 do you floss 嘅時候咪講 sometimes 一個月 floss 攞5蚊水啊嚇！你係 floss 3刀，你講 every other day 啊，你講你個死個梅話 how often 啊對 ，2 times a week， 你講 yeah how often， 我講。every other day 這是條啲咋，但係條啲俾每日是不是好多 accountable 咋？你手機，特別我那時候老我本就較高較濟，但不過那時候手機上較愛拍呢。OK， 我要小打，我等半段我嗰度要去做個帶，嗰度去應酬。佢係做嘅，你看我佢就情緒水去做應酬人。我梗係買去呢咋，我是唔想愛去嘅個零。
有物件食下面。有物件食，我感觉唔食，我本多去。去酒楼啊，食片。伊是想去伊個 hall 啊，看啦，成個伊就 VIP dinner 呢，所以有通食，有通食了，用成個頒獎啊啦，可能 appreciate 伊個咧 sponsors partners 啊，看啲物件啦，你知啦咧，社團嘅物件，我就分段看啲物件，哈？我看有通食，我就去，若是無通食，我就唔去啊。就是有通食咯，了 maybe show maybe 我買 stay 我拍攝 maybe 佢show 佢大概19分鐘半陣會冚啊就對啊。呢個咪表演啊跳舞啊咪แล้ว就喲。無咧有好食哦，伊只是像個長人嘅，你看題材嘅。無講真正好食咯，若是講真好食，我 at least look forward to 成個咱只話，若是講伊食脆糊啊，那款嘅物件，只食好料物件，我會成個哇 ，OK 去食啫。當今即是普通啊，長人 restaurant 啊，然後咧 maybe 是安尼，特別有本人見到我去過炒大蝦面。我就夾去呢，笑啫咯，哎呀！去啦，但係有個當人食，佢買去。我諗這邊是 usually 當人食本冇嘅時候，第一嘅時候你食咧阿毛嘅 sandwiches 啊 ，order。冇，這是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所以特別有淡薄。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你邊有爆糊啊，有胡翅啊，爆曬就有啊，爆。龍蝦。Orange chicken 可以食。Orange chicken 個頭潮嗰度。crab rangoon 啊咯 crab rangoon 頂到是一直想咧 because it's Chinese restaurant sponsor 嘛，所以成日咧炒米啊，炒頂之時我就講伊成炒成雜菜特別有大蝦，แล้ว伊成個有咧春餅啊，唔是春餅咧叫咩？薄餅啊，那款煎薄餅煎，那款物件咯。今年無看你 sponsor 是裝啦，我唔知伊個 food 是咩。哦，伊唔是成個人請。冇你好食咧嚇，是咯，我計就特擺，OK，今年我冇去，哎呦，死我就請媽數，我驚掉 Covid 喎。No wonder 你買去啦，冇好食。是咯，唔是講冇好食啦，是講冇成個人哇，係講伊物件真正特別嚟講，哇，要去咯。OK 啦，我都要小膽，個成個就去去張英話曬吹頭毛面。at least 咱落無啊，咱落個了4 episode 嗬，真係幾早啊，咱骨力啵落個了嗬，點波正都無貴，個了點波正就咁大咧數。定住講個笑是講個我點波正嘅啊，咱 podcast 有當時老實講，今日我是用一淡薄半段錄音，我平常時是安尼10年10幾年嚟講，我是骨力錄音幾點嗬。今日winter 7點早起就醒起來了，我想到我可能要去做雞，幾咩？你唔能講去做雞啦，我去做公關，去做咧 escort， 做雞工。唔知咯，閒了頓爸爸。anyway， 今日我淡薄半段要錄音，特別我真 start 了就 OK 啊，是講我早起成日病出來啊，6點幾啊，病起來都冇看我換，幾多分鐘。因為我幫曬數，OK 啦，我介紹直接要拖一份大氣啦 ，OK。感謝各位聽眾，對對。嚇？一道講你條 COVID。唔係猜大家嚟試，睇你真係掉試。大家嚟試。我正當時咧，我一年冇去，我特登對到時去一年啊，然後一年冇去啊，今年冇得第2年，舊年有做一個 in person 嘅，特別落雪，兩人 cancel 啊，唔 postpone 了，我冇去。然後今年咧天時嗰個冇嗰好啊，平常時但年是落雪啊，落咩咧我都冇去。啊，今年天時嗰好，嗰冇 excuse 嗰度去。然後頭一擺真大型做 in person 咯，所以我都冇驚，我點解就請 mask 本啊？當然我驚，你去可能你學請 mask 上身，目睭看路，你可能會有。特別嗰陣是等人啦，係就是，I think 日本嚟拍攝啦，嗬。我請媽生個隻啊嚇！冇隻咯，冇請媽是條頭咯。我成日呢個 mini 媽是帶嘛。去啦，去食了去爽者，可能甲你講強去發財，你本爽者。係啦。
是講我是有冇，特別我個只年過舊年尾個當佢冇出掉，我唔知真假。哦，講掉，我見住初一嘅食嘅。你有做啊未？佢咩個要做？哦。OK 啦，感謝大家，我去困，唔係去困，去做嘢。感謝 Alex，再見，拜拜，大家拜拜。有意發財，有意發財。啊，到底 YouTube 嗰邊嘅人嘅朋友咧，頂一禮拜無看，到這邊嘅第，這邊嘅是伊開嘅，就定看定聽，然後是有興趣嘅時候，但我唔知人講話，我佢聽，到這邊聽，聽，我聽，我聽落去時同電腦傾埋。